主后2023年2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返去故乡的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31章第1节到21节。雅各有听到拉班的囝在讲，雅各将咱老爸所有的拢抢去，利用咱老爸的财物得到一切的财富。雅各看到拉班的态度无亲像以前遐尼好，上主对雅各讲：“你着倒去你祖先的地，去你的亲族遐，我要甲你同在。”雅各找人去叫吕结甲利亚来野地的羊群遐，对因讲：“我看到恁老爸的态度无亲像以前遐尼好，毋过我的老爸的上帝甲我同在。恁知，我有尽我所有的气力替恁老爸做工，是恁老爸骗我，捌10遍改变我的工钱，毋过上帝毋容阮伊害我。伊若讲有点的，互我做工钱，羊群生的就拢有点；伊若讲有条纹的，互我做工钱，羊群生的就拢有条纹。安尼，上帝将恁老爸的精生摕过来赐互我。羊交合的时，我伫梦中抬头一个看到拍羊母的羊角拢是有点、有条纹、有花斑的。上帝的使者伫梦中对我讲：“雅各，我讲我伫遮。”伊讲：“你抬头看，拍羊母的羊角拢是有点、有条纹、有花斑的。拉班对你所做，我拢有看到。我是必得你的上帝，你捌伫遐用油倒伫石条顶对我下愿。呾你着起来，离开这个所在，倒去你的故乡。”吕结甲利亚因伊讲：“伫阮老爸的家，减也有阮通得的家伙甲产业。阮减是已经互伊看做外人，伊袂阮吞食阮的价钱。上帝对阮老爸摕去遐的财物，就是阮甲阮的囝的。呾你着照上帝吩咐你的去做。”雅各就随时互伊的囝甲某拢徛骆驼，搁带伊伫美索不达米亚得到的精生甲积聚的财物出发，要转去迦南地伊老爸以撒遐。彼时拉班去见羊门，吕结偷摕因老爸厝内的家族神像。雅各要甲阿兰人拉班讲，就偷偷离开。伊带伊一切所有的逃走，真紧过幼发拉底河，往基列山去。以上，返去故乡的路。泰国祖先究竟安怎对中央山脉另外一边的祖基地迁移到花莲？对伫这段抗北的历史，敢若会通对长辈的口述中找回片段的记忆。伫访问长辈的时，真侪人回忆着山顶的故乡，想起家园边仔肥水的土地，通种出水阁好的蚵仔、鯛仔，逐种蜡物好拍好掠，袂禁得就流落思念的目屎。阮这辈的人实在真好体会老大人因的心情，我都想象因伫山林生活的恬静甲平安。
有一日，当我开车载大家经过中环的回头湾的时，伊看到要转去的家乡的路已经崩塌，失望的心情拢写伫面呢。伊心真艰苦，甲我讲，以后我无搁倒转去家乡的路通行啦。心系家乡的雅各，此刻互表兄弟埋怨和丈人的冷眼相待，确实是该转去故乡的时阵了。雅各捌对拉班讲过，伊想要带某囝倒转去家乡，却受拉班百般挑难，通互雅各继续留落来替伊趁钱增加财富。但雅各也已经挡袂牢，带袂落去。伊信靠上主的应允和智慧，详细盘算转去家乡的计划。为着回家的路，雅各计划周详的办法。伊相信上主予伊的应允，搁安然掠条。虽然当中也会有真侪困难，伊也凭着信心带领家内的人斗阵上路。雅各对某囝说明伊想要回家乡的缘由，向因保证上主捌和伊立约，的确会保护因全家。读到这，咱发现雅各无搁再是迄当年逃避问题的雅各，是搁较有自信，靠着上主勇敢面对新的人生。去年俄俄战争爆发，有真侪人失去家园。战争一开始，真侪人因为惊吓逃离因的家乡。总是当战争逐渐白热化的时，真侪甲某囝送去安全所在的乌克兰人，搁翻头行转去家己的家乡，因宁愿死守家己的家园，也毋愿意成做失根的人。咱实在是真学得想象，伫炮火中间倒转去家乡的路是偌尼啊艰难。尽管家园已经成做残壁破厝，这条回家的路还是勇敢行落去。而且想回家的人也不只是乌克兰人。1997年2月5日，数千名维吾尔族的人行上街头，呼吁中共当局停止宗教压迫和民族歧视。因也为着回家的路在努力。尽管真侪人因为当局武力镇压丧命，不过对维吾尔族人来讲，找回因文化的回家之路是值得的。兄弟姊妹，毋知你现在的情况是安怎？是拄伫外面流浪，还是伫家己的家安稳生活咧？伫遮，我想要对兄弟姊妹讲，有一条路是咱必须积极走出的，迄就是倒转来上主面前的路。就亲像雅各渴望通倒转去家己的家，也就是起初上主为伊准备的家乡。我也祝福要踮世间流浪的人，有一日通找到倒转去上主面前的路。默想，我偌久无倒转去信仰的家，倒转去主的面前咧？我安怎找到通真正回家的路？我偌久无倒转去信仰的家，倒转去主的面前咧？我安怎找到通真正回家的路？
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主，求你帮助我找到通回家的正确道路。伫我迷路的时，愿圣神引带我，互我转来到你为我备办属灵的家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